好多人唔快樂呢，就係因為咧對呢個世界太多嘅預設啦。當現實同預期有落差嘅時候呢，痛苦呢就會隨之而嚟噶啦。其實呢，真正內心強大嘅人呢，一早就戒咗呢一種嘅期待感。要揾翻內心嘅絕對自由呢，你需要咧修煉3個嘅智慧。第一，對他人嘅零期待，失望往往源自於你覺得人哋應該咁樣對你。戒掉期待啦，唔代表冷漠噶，將回報睇成驚喜，而唔係理所當然啊，你先可以攞翻你嘅情緒嘅主權。第二，對環境嘅低期待，人生不如意就十常八九噶啦。強大嘅人呢，會預設世界係唔確定嘅，降低預期就係你應該對呢個無常嘅世界最好嘅防彈衣。最後咧，對結果嘅輕期待，所有嘅焦慮咧，本質上咧都係對未來嘅過度索取嘅啫。強大嘅人專注於當下嘅精準，萬事盡心，但隨緣期待。只要你肯播種嘅話，剩低嘅交俾時間啦。勁人就有一種自給自足嘅狀態，當你唔再需要外界嘅嚟填補或者期待，你自己就會變成一個嘅發光體啦。好片記得俾朋友。